6月25日，32只公民团体约为8000人3人行上开泰吉兰大道，大家香港为撤销阿奶抗议规矩。抗议法对国民政府来台湾过后，经过为400个修正，不过用乡下的时空环境来看，提倡过奔向压榨的利益，对人民的权益唔係過重視。有特見大家個有土地意識同環保觀念嘅，難免有許多不足嘅所在。繼續來看各界對修法嘅訴求。中富市部落200人嘅村民帶定一部大車來到行政院廣場頭前，台上嘅喊出今日愛反阿奶保護山拿韓國土鬼今年嘅傳統養殖的形象。在太魯閣是一個好山好水，今天變成什麼樣子，面目全非。不如我的朋友跟着我走，我們找回我們的故鄉，也聽說我們不如我朋友。之後有難，大家都冇來同今年支持無本出拳。6月25日看到阿奶搶救太魯閣嘅遊客，又對全台灣各地來嘅團體韓國民眾，會同太魯閣村人共下行出來表態今年想愛改革抗議。客家歌手王維克嘛用歌聲來同今年支持。對我哋嘅故鄉，對我哋嘅環境。全部係我哋嘅靈感素材，所以用安尼嘅想法去想嘅話，我哋嘅土地、我哋環境發生嘅事情，對我哋來講一定係有關係，因為我哋嘅所有嘅音樂創作，第一步嘅東西係對第一步生出來嘅。民眾愛向協進會馬虎坐標車坐高鐵來到台北同今年支持。啲當朝來參加一個抗議活動吼，唔係想講啊關心廿年去太魯閣炸山熱抗一個事情啊，因為台灣還有許多地方啲熱抗啊，包括我哋客家嘅部落、客家嘅也將我哋關係嘛有我哋水泥公司啲熱嘅水泥山。所以像一條事情吼，係呢個通盤，我哋台灣嘅土地有許多抗業嘅一種開礦嘅影響，是問題。大家用共同想法睇，三排地就佔嘅73%嘅多嘅項，保護山拿維護國土嘅安全，大家都有經驗，因為阿奶就做得係今年共同嘅義務。為什麼他們可以？為什麼亞尼可以？甚至說，為什麼在這個傳統領域的劃設的這個統龍保護範圍裡面，他們可以做這種開墾國土的事情，只為了讓增進自己的生產，增加自己的利潤。面對外界很多嘅批評，阿奶董事長持續動作強調講，暫後弄係照法規來做呀。你環保要審核我也同意，我也沒什麼不同意，但是基本上我是在法律前呢。也沒有什麼不對。抗議法係對民國19年制定公布嘅，到民國34年正喺台灣施行。雖然中間修改過12擺，不過阿奶早喺民國46年就拿到嘅欣賞空場嘅抗議權。故所民國84年正公布嘅環境影響評估法，韓國民國94年正制定嘅原住民族基本法，喺新法趕唔到舊法嘅情況下。阿奶做得睇唔是寬頻，唔是土地，嘛唔是同意的情況下，繼續暫後期限。亞尼提出展現申請案的時候，我們的礦務局主管機關，他們根據現行的法律規定，就是礦業法的規定，做了一些包括去詢問其他的相關主管機關的意見，以及做它內部的一些按照現行礦業法條文去做檢視以後。認為是符合展現的規定，所以才給予展現的一個申請許可的一個動作。那當然，這礦業法因為是在1930年就已經立法，它有一些跟其他現行的一些法律規定有一些扞格的地方，或者是我們大家現在對價值觀的一個改變，它有修法的必要。法令不是誰在先誰就可以不受到後面的管束，我想這是兩件事情。所以亞洲水泥一直想用這種方式來誤導大家，這是錯的。否則他幹嘛要去做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法也比他晚啊，也比礦業法晚啊。這個並不是說我今天開發許可新辦，那我們好像就拿到一次之後，往後再來展延的時候就不用再做
那我们审过，你只审了20年的情况，那将来再下来20年、40年、60年，就不用再审了吗？所以这里面，我想第一个问题最明显的问题不是无法可管，是就是有法可管，而是主管机关不想被管。其实台湾矿业一直是台湾环境管理上面的一个黑洞啦，因为我们可以说台湾现在还有的这188个矿场，其实只有13%有做过环评，那只有1%它有做过土地开发许可的审查。针对不是环评的议论，行政院长林权同环保署也对ผู้的署长讨論過後，進一步的指示講要修礦業法。以前冇進行過環評的礦場，攏會補判環評的常識，阿乃馬強用。那單純就這次礦業法的修法來講，因為呢還是經濟部的權責，它重點在於說礦權就是整個礦業的管理的部分，那部分可能再怎麼修，可能都不是環保署可以去實質的法定的執行可以介入到裡面。唯一目前就是我們聽到的，由院長已經直接對外公開說明了，未來會在礦業法裡面呢定出一個那個溯及既往的條款，就是像亞泥這一類。喺沙菲壓力下，政府決定要修法咧。不過環保團體講，政府比亞泥問題還要大。實際上，真的在這一波亞泥展現的爭議裡面，真正去違法的，其實並不是亞洲水泥公司，也不是徐旭東總裁，而是我們的經濟部，而是我們的經濟部沒有他去要求我們的行政院去架空了我們原基法，所以其實違法的是我們的行政院跟經濟部。從過往幾十年這樣看下來，我必須得說，亞洲水泥真的都是依法申請，轉彎的是政府，軟腿的是政府。從以前環評法83年過了之後，台灣省政府86年說要求亞泥要環評，但是到88年、89年，環保署就說不用啦，像這種舊礦場用地不變動不用環評。好。像在這一次原基法21條，原民會就講得很清楚了，礦業權的延期你都要踐行原基法21條，但是8月這樣講，11月誰幫他解套？行政院就說，像這種礦業權啊，你在原住民的土地上你只是單純的這個延期啦你沒有就用地變動，就跟環評那時候解釋環評一樣。除咗有環評的爭議以外，就有礦務局的公文。阿乃係屬於舊礦場的申請暫後，唔係新的權利的產生，故所唔是照原住民基本法第22條的規定做到知情權，也就係唔是土地也對原住民的地主享用受到侵奪的議論。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它就是說，因為我們國家是要尊重原住民只是土地的主人嘛，所以我們有在20條的時候有特別說，我們承認原住民族在他的土地，還有他土地的跟他自然資源的權利，所以21條就會說，今天你只要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面，包括了原住民保留地或是傳統領域，你在從事這些資源利用、土地開發、學術研究等等的行為，你一定要去當地的部落經過諮詢，然後取得同意，然後並且有一定的參與跟回饋的機制，你才可以進行開採。好，原基法21條是這樣子規定的。那它從民國94年通過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開發案，我們不要講礦場，沒有任何一個開發案是有經過他們同意的。同時，就礦業法第47條，有礦業權的人做得獨一條錢到銀行，無論係提價租金也係補償金，申請主管機關批查過後，就做得先使用土地，也就是講礦業權用地的取得，唔是經過地主的同意。另外，就礦業法第11條。礦業權暫後的申請，除非有清楚態的違規，主管機關做唔得駁到轉去，駁回實質到礦業權者受到損失的人，就會負補償的責任。也就是就以下法律規定，礦業權的暫後期限，原則上係準的，唔準係例外，係做唔準的主管機關就會負賠償的責任。按呢法本大家看到鬼滿肚飽。8到8000萬人行上街路，21萬人連署，公愛礦業改革。這個問題其實本來就是一個我們從回到法理上，這個叫計劃權衡啦。那你自己要去思考看看，有哪些很可能已經敏感到真的連礦都不適合開或不適合人住。那這種情形本來就是在做空間計劃上，不管今天是國土這個層級，或者是區域這個層級，甚至都市層級，你都必須要想，我們哪裡適合採礦，什麼區位。那這個就要透過國土計劃的方式來做一個規劃。那我們現在國家也
通过了国土计划法，那这时候也在开始规划一些资源区，那到底要怎么去利用，我们就要依照这些分区来去做采矿，那就可以避免刚才讲到这个问题，说有些断层带或是有些地质比较敏感的地方，我们就不让它继续采矿了。全国国土计划要做一个事情，叫做部门的整合，开采矿的或者是开发工业区的，这个在空间面上面其实是应该要先就环境本身的条件适宜性，现在有一个基本的调查跟规划。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土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先去做资源条件的区隔，我们会划成4个功能分区，也就是说，属于环境面要去做保护的，会有国土保育地区；属于农业本身要去维护的，会有农业发展地区；属于可以发展的，我们就划作城乡发展地区。所以很清楚的会把各种土地适地适用上面要去怎么样去做规划、去做区隔的。除了地铁开采以外，国家嘛提出用国内的需求做原则来总量管制，达到环保、韩国经济的平衡。台湾来讲，大家要思索一个就是平衡的问题。今天要谈永续还是平衡？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石器时代了。那你怎样在环保跟经济发展当中寻求一个平衡？那我们过去是独孤一味，到目前显然看起来还是那个样子。那在这个里面，你环境的承载能力到底已经到极限了没？居然可以如此的不在意，我觉得这我不否认是一个很让人觉得比较失望的地方啦。这个就是我们在过去矿业法里面规范比较不足的地方。那目前的矿业法修正案，我们不但是只有面积，我们也要把数量给加进来了。这个是一个很明确要做的事情。那至于说它往下挖深，在过去的一些做法上面，如果没有量的限制的话，这样的挖法事实上在国际上很多的这个地面开挖的矿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开挖。这个我们也遍寻了很多国外的一些经验。这个方法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我们并没有量的管制，这一点我们在这次修法要把它补进来。所以我们在几年前的话，我们的外销比例不是亚泥外销，是整个水泥业的外销比例，已经从每年30那每一年会逐渐的降一个 %。那最近的话，当然经济部它也在考虑到说，是不是还要再往下面降低？那这部分的话，亚洲水泥的话，将来都会配合政府的政策去执行。国家将父母奶奶茶看作是妖魔鬼怪，讲爱抗压改革，是讲父母奶奶茶慢慢全无贡献。比如讲，有条千难体条的事业废弃物，就做得干生产父母奶嘅下拿来做燃料，同其烧铁去。1990年开始在做转型思考的时候，他们喊出一个名词叫静脉产业。静脉产业是在干嘛？意思说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做手机啦，做什么都是好的，对。那手机会不会坏？而且手机坏了怎么办？丢垃圾桶，垃圾越来越多。那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做循环？所以说那循环进到哪里？比如说营建产业就是一个最高去化的途径之一。人才讲啊多就会发展经济，全无考虑到环境的成本，也下唔单止无法度唔去面对一项成本，纳入考量以后，冇清楚合作地发展出冇相同的条路。過去的黃金山上、九份的金瓜石，喺無業建美以後變做嘅有名的景點，因沙灘冇嘅經濟價值，平海、上海嘛轉型做觀光。舊嘅空江就變做嘅博物館，迄陣透過改革，做得淘汰體3年5毛，行過起點無跌動嘅礦場，本父母奶嘅產業轉型做循環經濟嘅一部分。安尼土地嘅上好，將會有恢復嘅機會。